繼續來看總統賴清德公布到監察委員提名的名單，其中有國民黨背景的前立委廖婉汝，甲新北市的前副市長謝政達，攏拒絕提名。兩個人攏發聲明講，調野對廢除掉監察院已經有共識，因支持修改憲法。因為因兩個人的聲明稿真相同，民進黨的立委質疑，因是受到國民黨內部的壓力。恰當叫總統賴清德提名擔任監察委員，兩人都有南洋背景的被提名前，前立委廖婉汝、前新北市副市長謝政達攏發聲明後了拒絕監委提名。總統府回應尊重兩人決定，唔過嘛講遺憾，真要看兩份聲明稿要共啊要共。兩人聲明內底嘛攏講到，調野對廢掉監察院已經有高度共識，嘛攏表態支持啟動修憲，所以拒絕監察委員的提名。唔那立場小化和論述的結果嘛攏同款，就互外界發現兩人在咧發布聲明之前，敢要和國民黨內部有心橋過咧。到目前為止，黨團並沒有正式的去跟廖婉汝委員跟謝政達副市長有任何的接觸，或者要求他們要婉拒提名。兩位監察委員被提名人的婉拒，這個事前事後，我覺得我們可以體諒尊重。基本上，他們就是受了國民黨強大的一個政治壓力。兩位被提名人提出和監委提名名單總檢人，嘛和監察院准會基地各一擺鋪上台面。民眾黨團副總召王安祥講，民眾黨早就佇咧去年就提出廢除監察院的修憲案，修憲委員會已經選出國會調會，呼籲拿掉趕緊定啟動修憲委員會。雖廖婉汝、謝政達對提名消息，敢是受到政治壓力咧定，或者是其他關係？監委名單出現變數，監察院敢會廢除，各一擺引起調野論戰。